就係咁樣一個高音，連同阿 Jam 微博 fans 人數都飆升啊！咁啊喺內地一夜爆紅，做埋人氣女神添。有傳啊湖南衛視就想錫住個勢，以每集100萬人民幣利誘林憶蓮坐鎮，再刺激收視添。但係咧就有指阿憶蓮呢嫌阿 Jam 未夠班喎，提出要叮走佢，有你冇我啊！唔好意思，唔係話你會參加我是歌手比賽喎，都話你嗱，憶蓮呢尋日就冇回應，但係我哋都問過阿 Jam 嘅，佢話唔信憶蓮會咁做喎。我傳聞嘅嘢唔會點影響到我，其實就算邊一個歌手，無論係前輩又好，同輩嘅其他歌手都好，邊一個去到舞台上面，我要做嘅本分都係將我自己個表演做到最好咯。仲話如果有機會同憶蓮合唱係佢榮幸喎，依家呢就淨係專心比賽啦。